大家好，真欢喜大家来参加台湾通信读册会第21回，我是鸟豆，佮有甲我做伙主持的小甲阿明。这个读册会会逐礼拜举办这个读册会目的，要催促大家讲台语、写台文，让大家讲家己的母语。将20回读册会内容已经整理好啊，感谢暗公教甲咱斗起这个网站。佮有阿明小甲的录音制作，为着要更较好催促台语甲台湾通信这本册，甲前20回读册会音档做成 YT 的影片，为着要互大家较方便用手机收听，佮伫读册会网站，互大家会使用 Podcast 来收听。网站的网链搭伫空间顶面，请大家去网站看卖。佮有读册心得发表，若是有人感觉读台湾通信30档纪念日刊有啥感想，会使甲你的读册心得写出来，发表伫咱读册会网站顶悬。读册心得，请大家用台文、罗马字也是汉字拢会使。这礼拜竞选的文章，第一篇是世界母语运动的消息之一，香港人的语言意识，作者是陈碧秀牧师。这篇文章伫台湾通信日刊369页，线顶51期第2页。第二篇世界母语运动的消息之2，日本爱尔兰的母语运动，作者是坂井先八。这篇文章伫台湾通信日刊369页，线顶51期第2页。第三篇荷兰话甲客话到底是毋是汉语系统的语言，作者同款是坂井先八。这篇文章伫台湾通信日刊370页，线顶53期第5页。若是无册的朋友，会当伫空间顶面找这篇文章的网链。要做伙读册的人会使验卖，嘛来参加的人拢会使试看卖。佮甲大家讲一个，就是读册会网站有新的内容，就是咱逐摆读文章的时，有当时会掠到1-2个字毋对。可能是当初扫描的时阵，软体辨认唔对去，伫网站内面有改正过的字，暗公才有甲遮的内容拢加去伫网站，大家会使去网站对照。今仔日的文章有2篇汉字，1篇白话字，2篇汉字较短，迄篇白话字较长。这篇白话字佫真特别，这篇白话字伊无标调号，安尼就感觉较刺激。所以咱先读2篇汉字，你敢好？好，有人赞成安尼就真好。好，无咱即摆先来读第一篇汉字，世界母语运动的消息之一，香港人的语言意识。敢有人要先来读？天啊，你敢有要先来试看卖？好，感谢你。毋过我若是拄着袂晓读的字，我敢会当听落来，互你。你会使读过去，还是直接讲你袂晓，安尼就会使。无你若是拄着袂晓读的字，你就小讲一下。若有人会晓读的，就直接甲你讲。你搁读一摆安尼好无？世界母语运动的消息之一，陈碧秀日本読売新聞主筆新聞，今仔日10月21號97年的消息，香港的首腦董建華伫今仔日的施政報告中，要求着對頭到尾用廣東話報告才會使。因老爸伫伊12歲的時，就帶伊對上海來香港，當時伊的母語是上海話，後來伊去英國讀冊，閣來美國讀4年，海外生活的時間久，伊閣攏無認真學廣東話，所以廣東話講無好。感謝天啊讀了真好哦。第一屆來讀，就讀甲安尼，真正是真袂歹。我安尼講毋知對毋對？讀了真好。天啊，讀了這2趴，來敢有啥物意思要討論？敢有？莫客氣哦。我補充一下。好。姓是讀董建華，以上
好，感谢阿明。阿莲呢，请讲。大家好，我是阿莲。歹势，我想要问一个，迄香港的首脑头挂天啊，伊是念首脑，敢是？即个所在敢是讲就是嘛有别种的读法？头人对啦，好，我知影，多谢。好，感谢阿莲啊，感谢两姊。首脑还是首脑？我感觉是首脑，不是，这个首脑，这是首脑，首脑是脑，是。若是我会读首脑，我毋知影首脑会使无，我无查过。认真讲，你的台话线顶是写首脑，伊是你若去找台语，敢若找到即个有收录台话线顶词典，认真讲年，其他的我毋捌听过。有啦，之前敢若捌听过人读首脑，当然我嘛毋知，我无法度讲像对像毋对咧。以上。好，感谢马伟，感觉有。有。好，请讲。迄个作者叫做陈德寿，再来第二段迄个足重要的哦。伊对上海来香港，爱讲为上海来香港 ，from Shanghai to Hong Kong。感谢两姊，感觉有。对甲为拢会使。好，感谢。感谢海米，感觉有。阿秋请讲。拄啊，听若讲伊听做伊袂晓读迄地话字，结果伊拢会晓读，伊正伊会拢甲改做较顺迄种台语的开口进来。真好吼！感谢阿秋，刷落第3趴开始，敢有人要来读？安尼听有吼？有，感谢你。2点前久市政报告的中间，虽然发音无正确，嘛被要求只有着用广东话发言，所以突，其中有3处强无法度讲落去，因为发音有真侪差错，互香港人甲香港报纸大攻击，也产生真侪笑话。对这项技术，我有3点感想。第一，香港人的语言意识真强，对台湾人是真好的教示。第二，香港的特色嘛需要受香港文化的主宰。外省中国人入香港，就伫香港议会用香港话报告；伫台湾的首脑就用中国话报告，真正是天地之差。当特首即马嘛入甲骂拢请家庭教师伫因厝甲伊教广东话。第三，董建华已经宣布为明年9月开始，所有香港的中小学校全面改用广东话教育，这是台湾甲人袂比的所在。董建华家己讲，伊是第一位需要再教育的人。我读到这以上。感谢陈老。陈老读的一寡，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因为这段吼，尾仔遐产生真侪笑话，这我变调。过来有一个香港第2香港迄个吼，天地之差，竟然换一下词咧，敢有想着？我来讲，天差咧地啦，天差咧地。对。过来第3吼，迄个我感觉迄个明年9月，我会念轻声呢，9月，啊。大家参考，罔参考。我会记若敢若讲月份是爱有轻声，无毋对。感觉有，若无咱感谢陈咯。咱8月里才留诶上尾，咱大家知，我是感觉真趣味啊！虽然伊无调好，但是我相信大家嘛是看有。咱先读第2篇汉语，河洛话甲客话到底是毋是汉语系统？这篇文章
敢有人要来读？我会使来试看卖啊咧。感谢Monica。多谢。福佬话甲客语到底是毋是汉语系统的语言？萨卡伊吐露。最近语言学界发现，广东话本来就是泰语系统的语言，后来汉化变做汉语。福佬话甲客语无同，伫语言变迁的历史过程中，混合的因素比广东话较侪。虽然咱又无法度确定因本来的语言到底是倒一种语言，毋过因本来毋是汉语的推论是相当可靠的。日本东京大学的尼西达塔祖奥教授对诗写的研究世界上真出名，伊嘛是安尼讲，咱会使讲福佬话甲客话本来拢毋是汉语，语言的分类定定会受到政治现实的控制。比如讲，咱来看越南甲李朝念的例，越南话100年前互人称作是汉语系统的语言，即摆国际上公认越南话是属蒙卡麦系统的语言。毋过一寡中国文人嘛有就无承认越南话属蒙卡麦系统，有完全越南话是汉话。好，我先念到这以上，多谢大家。感谢Monica，Monica 你有练吼，我感觉你读了真好呢。多谢，是毋是真正读了真好？真好，互你遮侪爱心。Monica 甲咱读的这几趴，大家讲有啥物意思要讨论？我先来讲吼，头一趴可能是Monica看毋着字，嘿。第一趴的第二段，福佬话甲客语共款，你拄则读无共，敢若完全倒摆的意思，嘿，迄是共款的意思。搁有第五段，迄个京都大学吼，你拄则读东京，我就看着你读毋着的字，我甲你讲，其他的部分看是毋是其他的推友会使讲一下，讲是毋是Monica有啥物所在会使读毋着还是安怎？好，以上。感谢小嘉。我讲第一趴的第四段，毋过因本来毋是汉语的推论，我是安尼读，提供你一个无共款的读法，安尼。大家感觉有啥物意思要讨论？迄个第一段语言界发现，我的3个变字发现，会读发现广东话本来就是泰语的搁来第三段，虽然咱也无法度还是也无法度。搁来就是语言这段语言的分类这段这两三第三段，即马国际上公认越南话是俗，这个我会读俗会变俗这个英语袂晓念。搁来下骹，毋过一寡中国文人嘛也搁无承认，应该是也搁啦有酒这个。好，以上。感谢梁子。大家感觉有啥物所在、啥物意思要讨论？那么要感谢一摆Monica，真正读了真好哦。补充者要久嘛有人讲。要久，感谢海米。好，安尼说来第四趴，敢有人要来读？其实无长呢。我敢会使点名。会使。阿莲啊。好哦，安尼我来练。语言嘛是安尼，100年前，因伫罗西亚帝国下，罗西亚的学者拢叫伊是了讲的一种，但是独立以后，因的语言就无搁归类做
语系变做是语言系统，即寡实地表示语言的分类是政治性的。所以，台湾人若是真正有要建立甲中国完全独立的国家，应该追求语言的独立，需要甲河洛话、甲客话定位做非汉语的语言，是一种独立系统的语言，毋敢否认汉语成为毋敢脱离查文主义是台湾也无法度独立的重要原因之一。河洛话甲客话拢毋是汉语系统，因真可能是辽遥甲泰语系统的语言做基础，后来接受汉语，才成做今仔日的面貌。以上。感谢阿莲啊，阿莲啊，甲咱读了这几趴，大家有啥物意思要讨论？当所在变调，所以即段台湾人若是真正有要建立，实在变啥建立甲中国完全独立的国家吼，啊，过来即个下迄蛇甲客语定位是变啥定位做非汉语的语言，啊，过来下骹迄蛇毋敢否认下骹迄蛇吼无法度独立的重要原因之一。感谢连志。以上。感觉有，大家有啥物意思要讨论？歹势，我补充迄个，拄则阿莲来讲，伊袂晓讲的迄个英文吼，是 Lithuania。啊，这大家小记一下，因为这毋是从因的迄个语言来咱台湾立陶宛啊。以上。感谢小家。我想要补充一个，会使吼。会使，你就请讲。我讲咧，就是其实我感觉咱咧个读即个单语文，还是讲咱家己咧写台文的时阵吼，若是写着即种外语吼，要读的时阵，我感觉会使免遐惊讲读毋对啦。就是比如讲即个立陶宛即个名吼，其实你著甲看，著用读白话字的方式去甲读啊。你著读讲利图瓦尼亚。就安尼照白话字的方式去甲读，啊，加读几届其实就知影讲就是安怎去读啊，愈读就会愈顺。其实我搁记一个就是，其实我大学时阵我是学德文的啦，啊，其实德文读的方式就是你看到啥物字，你就直接甲读出来，基本上就正确。像即个利图瓦尼亚，迄个德国人读的嘛是安尼读，啊，像我读的时阵，其实我就感觉讲，迄种自然读出来就是安尼啊。像顶悬迄个蒙啥物语的吼，其实我看着我都读讲蒙克梅尔，其实安尼嘛是会使。啊，若是真正读毋对，啊知影的人就会甲你讲啊，其实免惊。啊，无共款的迄种外语，其实嘛会使安尼读，因为其实我感觉咱去读迄个日本来的迄种外来语，其实嘛是差不多即个意思啦。所以就尽量安尼看着就甲读过就知啊，免惊啦。以上。感谢丹咯。大家有啥物所在、啥物意思要讨论？阿秋请讲。迄上海第二派大汉沙文还是沙文？你读啥要念？我会读沙文主义。沙文好，谢谢。即个沙文主义甚至外来词啊，即个沙文是英语翻过来。我毋知呢，等有人知影。Google 一下，对啦，其实迄是翻译的啦，啊，应该是为法文过来的。啊，大家若是有趣味，会使家己去查一下，迄是啥物意思？安尼，伊是安怎来的？好，以上。感谢小家。咱今仔日试起来世界母语运动的消息之一，日本爱纽人的母语运动，嘛是咱3家以前拜写。那有请讲。迄个呼应拄则迄种像讲的吼，进前天若嘛有念过，当然可能毋是伫遐念就是。你免真熬才来开始，你爱先开始才会变熬，所以迄个袂晓读的字，
坦白讲，较早咧学华文，你着会晓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的，既然你着学过白话字啊，看到迄甲迄白话字生了足成日，甲当做白话字来读哪要紧嘛，对无？以上分享，感谢。好，感谢马伟。马伟这真好，我建议天娜来先来念第一段。好，我最近伫日本报纸上有看到，还是报纸，日本报纸上有看到，歹势 CH 要念啥物咧？真趣味的新闻。真趣味的新闻，感觉台语文有通运动，台语文运动，真有帮助，互大家参考。歹势伤过难嘛，我搁试。搁读一届着足顺的，加油！天娜讲伊袂爽啊，伊要搁挑战一段啊。Kyoto News 的新闻，讲伫 Okinawa Times 1997年4月10日车报报道的报道，我挡袂牢啊，歹势。没，感谢天娜。好啦，我会使来试看卖。虽然讲，我嘛是袂晓读啊，吼。迄个我来接天后也读的遐早报的报道啦，吼。第一名，敢若用爱努语的报纸 Ainu Times 的主持人哟，卡ヨノシロ日本话的绘画中间，伊查到爱努话啊，语言是民族存在的正面，毋知影吼，无啊啥证明嘿，无得用爱努语，拢用日本话讲，安尼无人要认着，袂认着我是爱努人。伊是伫去年9月，爱努民族甲研究者做伙建立起来的爱努语 BHA Pen Club 了，还是是袂 Club 了？会场吼，会长，伊感动拄着报纸的报道，写着每一个语言应该有每一个笔画，安尼成立爱努语笔画，伫今年3月创刊几刊报纸 Ainu Times 吼，以上感谢。感谢马伟。安尼天娜甲马伟共读了这两趴，来讲有啥物所在要讨论？第二趴的第二段，迄个第一名，大家敢知影是啥物意思？第一名啦，歹势，我讲毋对啊，第一名。敢会是迄种诶牙笔写字迄个动作啊？敢是？我毋知。感觉有人会使约看卖。挑第一名。可能是老师都无讲。小可爱分乖乖啊！就好啦，转去买一包互啥？互黑米哦。好。我爱抓两字的老。乖乖，毋是乖乖，是乖乖。上尾抓迄应该是贵刊。一贵刊对 ，OK。大家敢有啥物所在意思无了解，还是倒一个字词要讨论？尾啊，第四抓迄 Pen Club 就是笔画。然后我真正发现，伊可能扫描 scan 的时阵，伊迄可能资料库啊是安那，迄个我敢若看到笔 H 啊，佮两撇 E 啊，所以就甲我讲去。啊，后壁 Pen Club 甲后壁上后壁真正有出现笔画，所以迄个 Pen Club 头前迄可能就是 HOE 吼 ，HO 迄个 O 可能嘛啥物原因怎？现主是我敢若看到两撇伫遐，所以淡薄误解以上。
那阮是看线顶的资料，敢是？对，我是看线顶，就是顶端迄个零件嘛，所以有可能是看纸本的，纸本应该是有处理过嘛，吼。伊纸本顶悬伊嘛是有写，伊是写 HOE， 毋过伊有标调号是伊有标第7条，嘛无问题。第3拍嘛，无讲介短，嘛无讲足长。敢有人要来试看卖？用字敢要来试看卖？好啊，伊出生搁大汉的所在，就是宗教嘅实现，有传统文化的北海道。其他都以多尼布达尼这是啥歌？这今年3月底，尼布达尼淡关西大概的主尼布达尼是纽民族的圣地 Genitario， 不过日本政府要解释点是啥物话个哈？点是敢是水坝，点啊英文的点是水坝，我毋知即马是号做啥。是水坝。所以纽人反对点的建设，发起抗告政府的违法性宣判，法院头一摆认定国家事业的违法性，伊是迄件官司的原告。纽人头一位国会议员加亚诺所以揭露伊嘛是写出来纽语书店的人。第二查甫囝，伊认真学起来。纽语是9当前，纽语做母语的上尾的世代，就是阮阿爸因世代，对阮一代。拢讲亲像是外国语毋过即马会晓讲母语，讲甲坚定啦。好，以上念甲226。感谢梁子其实真厉害哦，因为有真侪词毋知影啥物，毋过梁子有读出来哦。梁子读的即拍，马文请讲。迄个日语因写罗马字的字其实我感觉。不哩简单，因就是敢若啊有的5个母音尔，所以伊拄则读的遐个地号名，原则上就是照啊有的去读嘛。可要讲的迄个第3段遐啥，希达罗里州，可能希达罗里州的款啦吼。然后尼布达尼就是I 就是伊啦，U 就是U啦 ，A 就是是啊有的原则上因的母音就是。敢若即5个尔，声母也是讲头前迄个字母的部分我感觉会使照咱读白话字迄种，可要讲的，若是 G 你就甲读倒音，免惊伊无要紧，你就读倒音。当然 K 的部分袂使读白话字迄个歌啦，可能就是爱读英语的迄个 K 课即种音就对啊。所以迄种日语写做罗马字，我感觉对咱读过白话字。即种系统的人，我会感觉会较简单一丝啦。安尼，以上分享。感谢马文，用其他的即拍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我想要请问大家即拍的上尾的2个字，大家敢知影是啥物意思？讲甲坚长，毋知迄无调符，敢若我都读出来讲甲坚长，所以搁想看卖啊。是要讲练长你都知。我嘛是有先甲阮讲，应该是练长，就是伊即个 K 是拍毋对去。感觉有啥物所在要讨论？马文请讲。我会使讲一个笑话无？医生讲听到病人讲，伊的心脏哎哟听无，因为袂晓听无台语嘛，去问足侪人拢问无。最后迄
去问着一个中医师，伊就甲迄个中医师讲，伊问一个病人讲伊的心脏心肝，伊当然是用华语问啦吼。啊，迄个中医师听着讲，我着心肝硬摇硬摇啊，要毋过迄个听无台语的人，伊着无ngờ即个音嘛，所以着自动甲伊杀起来，你知道？所以迄个听无台语的敢若讲华语的医生，伊着自动甲硬摇硬摇变做爱摇爱摇。所以这就是咱为啥爱需要去学第二种甚至第三种语言的原因，伫遮就是讲，人讲出来，你我都甲伊 copy， 然后佫还原啊，袂使讲人明明就讲硬摇硬摇，心肝硬摇硬摇，你直共当做心肝爱摇爱摇，这个真正是台湾较会发生的技术就对啊。以上。感谢马伟，即摆大家敢佫有啥物所在要讨论？那么咱就煞落去，敢佫有人要来试看觅？好，阿莲啊，请。好，我会调整看觅啊哦。我发现家己属于阿努民族的时阵是29岁的，我甲加拿大原住民交谈的时阵，伫1987年参加去Hikaori 做主办的加拿大原住民交流会的时阵，参观过曼古巴仍然会晓讲母语的加拿大原住民中间，除了老伙仔的甲若讲英语，伊看到迄款现状，伊想是讲因甲阿伊努人共款，我踮阿伊努人的立场应该做的代志真侪。到遮以上。阿莲赞哦，阿莲睇了即拍大家敢佫有啥物所在要讨论？因为无调和，所以伫遮讲要甲迄个声调量甲精准，迄个较困难。因为要认字，所以安尼，毋过会当家己全部拢认出来安尼。我感觉无调和即种看起来吼，无调和看起来，就是真正拢爱凭语感安尼。感谢阿莲啊，感谢梁姐。即拍大家若无所在要讨论，安尼，咱后一拍，咱有啥物来试看觅？我来读看觅好。感谢。去加拿大的过年，伊退休东京的薪水人转来故乡，伊找到的新的服务机关，就是伫伊塔罗里州的尼布达尼埃努语教室的事务员。虽然薪水减真济，我决心爱继承爱努文化，新出来的报纸的 size 就是 A4 size， 拢总有12页。目前的发行份数敢若有1000份尔。毋过，若有一日要请几个记者要办日报，安尼伊会热心真坚定。今年38岁。好，我读到遮。感谢咱咯，咱都读了真赞哦，真正诶。其实我就是用直觉去读啊，读毋对嘛，我毋就无想遐济。啊，读毋对才请恁甲我指教互恁啊。我发现一个迄个尾啊算起来第二段第二段，目前的发行份数，即个伊读写 SOU， 这要安怎？这个真有意思哦。
即你着要用数字化去拍，你若数字化你若拍 SOU 就会变 SO 点，就是两个 O 啦。就是 OO。嘿，对。是安尼哦。嘿。原来如鸟。可能古早诶文献会安尼写，毋过咱诶数字化就是找台语，其实是伊诶定式写了真水，我嘛是迄个毋知影，所以我着照这去拍，我就知影讲哦，只要是头前嘛有，就是亲像有即个 O U 诶音，伊拢是两个 O， 一个 O 一点安尼。我补充一下，即个写法是，就是近代台语文运动开始上网，就是伫网络顶悬通写台文交流的时阵，就是因有创一个网站叫做台语网，尾手伊有转换做几来系统，伊迄当阵可能大家要用数字化要拍无遐利便啦，毋是无数字化，毋过要伫网络顶悬拍，可能伊迄算做有淡仔先。你若古早用过一种叫做 mail list， 伊迄就是你若寄配迄一个口罩，伊个所有就是你若有收迄个口罩的信息，就全部拢收会着，就是内底伫遐通背就对。迄当阵因咧写的方式就是拢用即种方式咧写，因为就是因为数字化无利便，无通好用的款，大家就惯习用即种写法来取代。就是第一就是声调无写。第二就是迄个白话字的 O 迄点无法度写，所以因就用 OU 英文的 OU 去取代，因为因感觉迄个音较活 O 的迄个音，就是用英文的概念去想。另外就是你有看到迄个大写大本字的迄个 N， 迄就是用来代表，就是放顶悬细字的迄个拼音的 N， 就是即两个所在就特别转换符合，就是因为你要拍袂出来，所以即两个有特别。用其他的符号去取代，声调就是要拍，简单补充。感谢海美甲咱分享，大家感觉有啥物所在，还是有啥物问题来讨论？无吼，咱都读了真好呢。好，安尼，咱剩两拍，要读一拍嘛会使，要读两拍嘛会使。敢有人要来试看觅？哦，安尼啦，好。安尼啦，今仔日冲哦！我毋甘愿啊，这虽然毋甘愿，但是我念一拍就好啊。好，对报道的评论，爱女人人口敢若有240,000名，毋过240,000名，毋过对保存母语、超语、族语的努力比人口有加100倍，是500倍的客家人，和老人搁较活力。我想用台湾本土语言来办的商业性的报纸拢报，这对台湾新国家建国的路途上大的障碍啊！到这要收起来啊！以上。感谢阿莲啊。迄个最后迄个障碍呢，足好耍诶。一拍大家感觉有啥物所在要讨论？敢有？无吼，无咱剩上尾一拍，敢有人要来试看觅？安尼我来好啊，干那两句话，我来试看觅。小家好，我想台湾人的 romanticism 对母语
无坚决的态度，对北京语上投机的态度，所以建国还未成功啊！以上。感谢小家，小家甲咱读的一拍，来讲什么所在要讨论？无吼，咱今仔日3篇文章读了，大家对这3篇文章敢有啥物感想？还是敢有啥物看法？这篇白话字大家敢有感觉真趣味？我感觉这个吼，读这个吼对练功夫有足大的帮助呢，因为进前德如吼，德如伊足好念嘛，啊我有甲问。讲吼，大家你就是去看迄个形，你爱去认迄个字形，你认字形，啊伊咧完全是字形尔，伊无调啊，用这个应该是袂歹。我认同，我想讲就是，我感觉就是，捌听过人讲，看到迄个调号，就感觉就会惊，就困难。所以若是读这种吼，伊就是较袂惊，啊嘛会使就是先练习啦。啊，毋过我感觉就是这敢若会使做一个，就是讲练习的工具哦，袂使敢若拢看这呐，拢看这你调号嘛是拢会写毋对，就是以上补充。感谢丹咯，感谢梁子。大家看到这篇，我嘛是感觉大家当来读看卖啊，嘛感觉安尼真趣味。结果我发现讲。其实大家真厉害哟！今仔日读的3篇文章，大家感觉有啥物感想、啥物看法？还是你有啥物心情要分享？我会使。手请讲。我是感觉即个日本人爱比咱看得较清楚，这个代志真好奇神啊！因爱这么老。即个三界先拜，咱照顺序安尼读，咱个会。可能阁有1-2礼拜拢会读到伊的文章，伊是安尼安怎遮尔厉害，我毋知影。我补充一下，伊早前，伊其实拄来台湾的时阵，伊敢若是做记者款，伊买手就是来台湾了后，就感觉台湾的情势啊、语文、文化等等的真有兴趣，所以就走来学。伊买手是走去做教授，伊就是。咧研究即款物件，所以其实伊对遮个物件理路足清楚，尤其讲伊袂像台湾的，就是受中华民国教育的学者，就是迄个思想拢会互中国的意识，还是讲中国的思想影响到，所以伊颠倒较有法度，就是用其他所在的角度去看遮个代志，所以其实。咧看，因为咱内底有收作侪伊写的文章，你若去看伊写的文章，你就知影，伊其实伊的角度拢甲台湾人，尤其因就是中华民国遐个，就是研究汉语方言、闽南语遐学者的观点是足无共的。顺续我就讲即2篇感想，就是我要讲就是拄则第2篇读的迄篇，就是讲台语甲客语。到底是毋是汉语系啊？伊遮讲的是汉语系，毋是讲迄个汉语啊。当然，迄个汉语其实伊嘛，大家嘛毋知到底迄个汉语到底是啥。迄个问题就是真复杂啦。当然，因中国学者用家己一套理论去讲，还是讲去推算讲迄个汉语会生做啥款呢？用一寡技巧。毋过其实因到今嘛毋知汉语到底是啥。因就是用去假设讲有迄个物件可能写做安怎倒算，因是用迄个相关的文册，是讲一寡相关研究。会底迄种讲就是做啰嗦的啦。会底就是讲伊内底这篇文章内底就有写一个现的例啦，就是迄个越南话早期嘛是互当做就是汉语系，买手无即马就毋是啊。你看伊即马迄个语言行为都无共去，当然你有看到伊嘛举一寡其他所在的语文嘛有即种现象。其实即个部分之前其实嘛有台湾一寡学者啦，当然迄是绝对做接受啦，伊嘛有去想要去主张讲咱即个台语伊
伊诶语言分类，敢的确爱是放伫即个汉语系底啊。啊，当然遮相关诶研究，较少人去做，因为做遮研究诶人拢是咧研究汉语方言，就是甲台语甲客语当做汉语方言咧研究。就是即马你若是中文系因遐出来讲咧研究台语，因拢是徛即个立场咧研究，所以其实连台湾遮家己学者，甚至讲就是遮学者伫台湾中华民国诶体制，伊学术地位就较悬，所以因到当嘛是用即个观点来看，像教育部到当嘛是坚持讲迄叫做台湾闽南语，伊迄闽南语诶概念就是为中国诶语言汉语系迄个分类。来用这个学术的角度讲，迄就是伫中国遐叫做闽南语，来到台湾就叫做台湾闽南语，伊上这个分类概念去听啊，所以你若用这个概念，就是你爱先去承认，你就是这个语言就是你这汉语系底，你才有法度去做相关的言论，还是讲去研究。啊，若无你就爱打破这个观点就对，变做讲你爱个提出一个新的论述讲。这个语言，伊其实毋是伫这个语言内底，啊问题无人去做一款研究，就算有嘛足少。我知影是像沙凯托鲁伊嘛有捌讲过，就是有一寡学者，就是毋是中国诶，嘛可能毋是台湾，就是可能其他所在学者嘛有人提出无共看法，就是对语言分类，就是汉语系这个分类有无共诶见解啦。啊问题就是我之前有问过，就是讲。一般来讲，就是会较承认，就是迄个所在诶人讲诶话，就是因若是学术点来讲，因为其实中国伊嘛用足侪，伊嘛投足侪资源咧做些相关诶研究，就是因就是要，因其实嘛是有徛伫一个，就是遮诶语言拢是伫，就是源头拢共一个嘛，就是因共款，就是证明讲。你即个东亚大陆遮所有诶族群，遮诶人拢是皇帝诶子孙啊，就是子孙共款嘛。这因其实就是一直咧证明这，所以伊嘛是语文诶所在，伊嘛是差不多拢是用即个方式去设计，还是讲去研究出来。啊，所以你因诶研究做足济啊，你若比如讲像台湾学者伊要去做其他诶论述，伊就爱变做你若是。无要为即个基础为做，你变做你爱做都侪开来去解说，讲提出新的论述。啊，这伫学术界内底是足无简单诶代志。啊，若较简单诶，就是你就是徛伫人诶肩胛头顶悬，去做其他诶研究。因基本上，你若有写过论文，你会知影，你就是爱先去看人有做啥物研究，啊，你才为伊诶研究内底去找一寡无做诶所在。去补充啊，所以你会引用其他人诶一寡言论、一寡论文诶论述啊，所以变做你要去，哪有遮诶资源去甲因遐起做起来遐诶理论去扯平，这嘛是一个足大诶问题。啊，包括我拄则讲诶，台湾家己诶学者遐中文系的共款啊，伊嘛是用中国迄个汉语方言角度来研究台语甲客语啊，所以。到当嘛是共款无法度改变，所以像讲连迄个语言咱即摆要申请，也是讲迄个名称，咱敢的确爱封号做闽南语，迄就无法度改变。连语言像爱说迄偏尾啊，我之前嘛捌去问一寡单位，因就拢讲无法度啊，就爱说就安尼定啊。啊，爱说其实有啥物人有权利去内底去发声，其实中国嘛，伊内底嘛是分头做足大咧。伊嘛是有法度去影响其他诶单位去做这个决定，啊，所以其实内底这拄着困难其实足济啦。啊，沙凯讨论伊就是用徛伫一个足无共诶观点，就是我讲诶无共，就是讲遮所有遮主流诶观点，伊就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看，去分析讲，其实应该莫个安尼去看，莫个对中国诶迄个研究，对中国诶思想。对中国设出来迄个架构去思考遮个代志，咱应该爱有家己诶话语权甲解说权。像迄个蒋文教授，伊是安那伊会去做越南研究，其实就是安尼，因为越南你有看到，你若你去了解伊诶历史背景、语文诶背景，你就知影，其实伊甲中国诶关系足亲。
毋过你看会到，伊就是共款，比如讲五日节啊，是讲啥物中秋节，伊到遐伊就是有家己诶解说权，伊就有家己诶文化，伊就创造家己诶文化，啊有家己诶解说权，变做伊家己诶物件。啊，像你看古早伊用汉字，伊摕去用，伊嘛家己做一个叫做字兰，啊，当然买手伊嘛无爱用，伊就设家己诶迄个罗马字系统，啊，所以变做伊家己有家己诶主体性，所以我感觉伊即个真有可能，就是因为伊有家己诶主体性，有家己诶解释权，所以伊才脱离即个汉语系内底。啊，当然，这到底是这过程，我毋是讲做了解，可我想这是真有可能诶代志。过来就是讲，歹势占到一个时间样，这香港话这篇吼，我也感觉真趣味啦。因为其实香港人诶语言意识，你讲香港人语言意识足强哦，嘛会使讲安尼啦，因为因诶使用环境，因诶社会环境是无互人，互人就是有用足大诶气力去改变，因为因进前是英国殖民嘛，啊，所以英国因诶对即个语文诶迄个态度，因是无去甲你插，因为因主要要以香港就是因伊诶经济地位，啊，所以伊诶经济地位就是变做伊其他诶物件伊较无要伊，所以因当时是就是官方语言就是英语甲广东话，因是做官方语言。所以这个语言部分，伊社会上伊是无去平等的，所以伊才有法度保留。所以因规个社会使用者拢是讲这个广东话、香港话。啊，毋过其实因的语文教育是有受到改变。这个物件做有，就是因叫做两文三语的教育。两文就是英文甲中文，三语就是迄个中文，因是用广东话去学。啊，搁爱搁加学中国话，啊，因用广东话去学诶，迄个物件其实是华文，所以因香港伊是叫做迄叫做书面语，所以其实因上课诶时阵，从来无上过因家己诶语文，就是广东话语文，因是用广东话发音去念华文，就像用台语诶音去念华文意思共款，啊，毋过伊迄叫做因迄改迄叫做书面语。因其实分袂清楚啦，毋过因会知影讲迄叫做书面语甲口语讲诶无共，啊，毋过是安怎因口语个袂使保持，因为因社会上咧用诶语言就是迄个语言，因教学诶语言嘛是用迄个语言，虽然讲因读诶文字迄是另外一套语言，毋过因教学诶语言嘛是用即个语言，所以因迄个语言环境要保持住，啊，毋过即个现象其实已经咧改变啦。你若有去看即摆香港诶小学啊，因其实我有看到因香港伊嘛有家己，就是有人去访问。因其实即摆小学诶囡仔有真济，因其实同学就是中时啊咧看诶迄个影片，拢是看中国。啊，因同学咧开讲嘛是讲中国话，因为因即摆就是开始用普通话甲中文，就是我拄则讲诶，就是两文三语啦。啊，即个现象嘛是豆豆可能咧改变，就是早前台语要开始要消失诶迄个现象，就是即摆香港在发生啦，就是安尼。感谢下比甲咱诶分享，大家感觉有啥物要分享？单路请讲。爱建立台湾人诶国家，用台湾人诶意识来推展咱诶武器甲文化，啊，甲中国文化当做是一个外来文化安尼去对待。以上。感谢单路，咱今仔日诶时间也差不多。咱读册会逐摆读诶文章、讨论诶理事有啥想法，会使甲你诶感想发表伫咱读册会诶网站，欢迎大家甲你诶想法写出来。请用台文写心得，用罗马字也是汉语拢会使。咱即个读册会网站顶面会用你看到相关网站，有台湾小港甲倒数诶台语车帮。若是有趣味要学台文，会使哪看影片，哪学台文白话字。若有人想要买台文通信30档纪念日刊这本册，嘛会使伫网站内面诶关于摕到要买诶网链。感谢大家今仔日来参加这个读册会，大家晚安，礼拜再会。拜拜，再会，再过来，拜拜，拜拜，大家晚安，拜拜。